今日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8月24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出埃及记第1章第1节到第7节，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判断。咱人伫生活中间最困难的，应该是伫紧急的时阵要安怎做出上好、上正确的判断。前礼拜六一透早接到工地助理主任的电话，讲工班对伫迄免职下色有疑问，无法度做决定，需要我去到伫现场协助做决策。牧师就赶紧来换工作服，用真紧的速度行到伫工地。现场听到即个下包的头家咧讲伊会有困难，然后就问我讲牧师你感觉安怎呢？通常伫即个上短的时间内底爱做决策，迄种的压力其实是足大吼。上面工班停工咧停候中间，佮预报伫中昼了后会有落大雨的压力，所以嘛得爱面对着将来爱担当伫决策了后的责任。这个时阵嘛需要有正确的判断。即站伫教会界真闹热地闹一个代志，就是应该互某一个因为财务往来数千万无清楚，已经去互所属的中会开除的前牧师上台讲道也无。聘请的牧者认为有家己的判断，提醒伊的同工嘛有家己的判断。不过啦，简单来讲啦若准是属伫共一个宗派，即个被免职的人就无需要任何判断啦因为邀请就已经是无适当的行为啦也邀请就当当做讲是对整个的体制一个挑战的行为啦可是邀请的人却是出口成章用经来据点来支持家己错误的判断，好那亲像讲圣经敢若伊捌尔呢别人拢毋捌安尼是会互人感觉毋知要安怎好笑出埃及记第1章第1节到第7节，记载着雅各的家族非常的强盛。这是什么原因呢？拢是因为约瑟有正确的判断，因为伊完全徛伫上帝的立场，毋是私人的情感，所以就真做雅各家族上大的祝福，嘛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雅各的囝儿逐个带因的家眷，甲雅各做伙来到伫埃及。因的名是路边、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迦得、甲阿瑟。雅各的后代拢总70人。约瑟已经伫埃及，约瑟甲伊的兄弟以及因迄代的人拢死，毋过以色列生团真济，非常的强盛，遍满迄个地。保罗咧教导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非常明白咧提醒着讲，遐个习惯批判人的，是无法度杀责任的。就算是表现甲非常仁爱，嘛无法度来暗藏家己迄种敢若会用圣经来支持家己论断人的行为。圣经讲，所以恁遮个批判人的，无论你是甚物款人，拢袂当来杀责任。你判断别人是伫批判家己，因为你批判别人做的代志，家己嘛逐项去做。咱知做即个款的代志的人，上帝会照事实甲因审判。你一个人，你批判别人的遮个代志，家己嘛去做同款的代志，你想讲你会当闪避上帝的审判是无？还是讲你看见上帝极大的仁慈、宽容甲吞忍？
你竟毋知伊的仁慈是要带你悔改，你硬心毋悔改，是伫为着家己累积上帝的生气。这个生气会伫以公义审判迄日来显明。上帝会照逐人的行为甲因报应。遐会坚持做好事、追求荣光、尊贵甲袂败坏的性命的人，上帝会赐因永远的活命。遐会自私无存趁真理去趁不义的人，上帝的生气甲刑罚会临到因。所有做歹的人会受到患难困苦。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才是外邦人。不过，所有做好的人会得到荣光、尊贵甲平安。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才是外邦人，因为上帝无偏待人。上帝无偏待人，但是爱伫行伫上帝迄个公义的中间，上帝毋是这乌白也乱爱吼，完全无有标准的。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无论是智慧者还是愚妄的，拢是上帝所疼。但是，嘛用同一个标准来审核判断，才做伊这个判断的对象。诗篇第8篇，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及全地，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对囡仔、婴仔的嘴唱出来。你去做要塞，封闭敌人。要消灭对敌，消除怨仇。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你所安排的月亮、星星啊，人算什么？你遐尼关心世间人算什么？你遐尼照顾，你予伊比天使小看较低，你使荣光尊贵做花冠甲伊滴。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你予伊有权柄支配一切。一切的羊甲牛，山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洋的鱼类甲活物，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及全地。感谢恩慈的上帝，赏赐救恩，互阮蒙恩得救。求主用同款的标准来审核阮，赐福互阮，也求主帮助阮用你的标准来做判断的根基。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